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嘿，突然一天心血来潮，带它去赶集。哎呀，你说师傅，他也真是的，这好端端的，非要我下山找什么未婚妻，不告诉我名字也就罢了，他居然告诉了你。哎，翠花，这哥的下半生幸福可全都交给你了，你可得要替哥好好把把关。驾！哎，红颜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你一定要找到龙一，只有他才能救你爷爷。知道了吧？我操！翠花，你干嘛？翠花，你干嘛？翠花，喂，骑个毛驴乱窜什么？不怕被撞啊？我去，老头子果然没骗我，随便一个都这么有料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那个美女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昆仑山找龙一，你知道昆仑山怎么走吗？龙一？我就是啊，鄙人不才，这昆仑山龙一第38代传人，秦墨是也。骗谁呢？你要是龙一，我还是龙一他老婆呢。哎，我说，你个色驴，你干什么？哎，翠花，快松口，松口呀你！我的裙子！我的裙子！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我这驴今天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。哎，这裙子多少钱啊？我可以赔你。88000。什么？这么贵啊？下山前，老头子总共才给了我1000块，这下麻烦大了呀。我呢，看你也不像是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。这样，只要你帮我一个忙，不但不让你赔钱，还给你钱，如何？你要干嘛？我可是有未婚妻的，你别乱来！臭流氓，你想什么呢？谁稀罕你？不是，这卡里有100万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真正的龙一。不是，什么叫真正的龙一？我就是龙一。演技不错，待会儿去了我家就照这么演。哎，不是我，愣着干嘛呀？快走啊！哎。夏医生，我爸情况怎么样了？老爷子病入膏肓，已经无药可救，你们还是给他准备后事吧。什么？大哥，既然咱爸已经这样了，按照遗嘱，家产是不是可以分一分啊？我要的不多啊，城南那块区域的产业归我。唐老二，你什么意思？咱爸还活着呢，你就这么急着分家产吗？夏医生那是咱们阳城最好的医生，他都说咱爸没救了，你还在这折腾什么？红爷已经去请龙一了，只要能让龙一出手，肯定会救活咱爸的。记住我刚才说的话，待会儿你就是真正的龙一，千万别露馅。什么真的假的？我就是龙一本一。很好，记住这种感觉。待会儿无论他们怎么怀疑你，千万要咬死不承认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
老实点啊！唐先生说的对，老爷子现在的病情，若是龙医肯出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话虽如此，可龙医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哎，就红颜那丫头，她怎么可能找得到啊？谁说我找不到龙医？我已经找到龙医了，他有办法治爷爷的病。爸，这位就是龙医秦墨。失敬，失敬。红颜，你是把二叔当成傻子是吧？传言龙医年纪已经半百，就这小子怎么可能是龙医？我糟了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哎，这龙医呀，是我师傅，他年纪大了，就把龙医的称号传给我了。这都能圆回来，我那100万没白花呀！你个骗子！知道龙医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个身份，也是你能冒充的。哎，夏医生，你这是……龙医是我夏家的恩人，至今为止，我从未听说他有收过什么徒弟。你敢侮辱龙医，就是与我整个夏家为敌。啊，好啊，果然是冒充啊！大哥，你要是不想把家产分给我，你就明说，何必搞这么多弯弯绕绕的？红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找不到龙医，又不想我们唐家支离破碎，所以只好出此下策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说完了没啊？说完了就让开，别耽搁我给别人治病啊！你干什么？给别人治病啊！我这个人很讲医德，既然我收了唐小姐的钱，那自然是要为病人看病的。就凭你啊！哎，小子，都已经拆穿你了，还在这装龙医呢，赶紧滚！老子没空搭理你。哎，我没装啊！这唐老爷子中的可是蛊毒，现在还有的治。这要是再拖上10天半个月的，那可就不好说喽。什么蛊毒？我从医多年，从未听说过。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去了。不如这样，你呢，给我当媳妇儿，我就教你，如何呀？谁要做你媳妇儿啊？行了，齐墨，既然已经暴露，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唐小姐，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才肯相信啊？我真的有办法救你爷爷。好，那你就去试试。爸，大哥，你疯了吧？这夏医生都说咱爹没救了，你还让这个神棍去折腾？既然咱爸已经没救了，那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切，随你们便。唐先生，您别怪我多嘴。以老爷子现在的情况，或许还能多活几日，但要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恐怕今晚都撑不过。小子，你有几成把握？一成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有我在，一定能成。你不吹牛，是不是会死啊？你不信啊？那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要是我有方法治好老爷子的病，你就答应给我当老婆，如何？别怂啊！哎呦，知道多少女的哭着闹着想要服侍我，算是便宜你了。有什么不行？你要是能把老爷子治好，我嫁给你又何妨？但问题是，你有这个本事才行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呀，让。
啊，哼。这小子莫非真的能治病？装模作样罢了。他要是会治病，我跟他姓。是吗？那你可看好了，这个媳妇儿，你可是当定了。什么歪门邪道？没反应啊！哎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咱爸本来还有几天可活，这下可好，被彻底玩死了。老爷子为什么吐血了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别慌嘛，我只不过帮老爷子把体内的毒血逼出来了而已，他马上就醒了。臭小子，我是信了你的邪了！来人，把这个神棍给我抓起来！哎，我说你等等，那你们要把我的救命恩人抓去哪儿啊？爷爷，你醒了！扶我起来！爸，你终于醒了，儿子担心死了。滚开！老子刚才虽然昏迷，但在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还没断气呢，你就想着分家产，是怕我早点死吗？不是爸，其实我……闭嘴！我不想再看到你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那我过2天再来看你啊。老爷子，体内生机已经完全恢复，居然真的痊愈了。怎么样啊，媳妇儿？你老公我厉害吧？呸！谁是你老婆？别乱叫！咱们刚才可说好了，只要我有办法治好老爷子，你就给我当媳妇儿。这么多人都是见证者，咱可不兴耍赖啊！谁答应做你媳妇儿了？想娶我没门儿！我说你，哎，我说，哎你，小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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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恩大德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啊！不用感谢啊，这救死扶伤嘛，本就是医者的职。这况且先前唐小姐也已经支付过医药费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我唐光耀是知恩图报的人。刚才听你说想要个媳妇儿，你觉得我们家红颜如何？啊，爷爷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如果小兄弟愿意的，我可以把我们家红颜许配给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老爷子，我刚才其实是在开玩笑。我呀，其实已经有未婚妻了。是吗？啊，哪家千金这么幸运？哪来的驴？要我裙子做什么？快松口！我操，翠花，翠花，你快松口！哎呀，果然，有其驴必有其人，都是色批。哎，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讲理啊你？我看谁要是娶了你，那就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我呸！不是，我说翠花，哎，你今天到底是咋了？怎么总喜欢有别人裙子呀你？哎，啥？刚那个女人
就是我未婚妻。刚才他说什么？他好像是说下一生是他未婚妻。这不扯呢吗？娶那么个刁蛮任性的女人做老婆，我不得遭老鼻子罪了？我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门亲事给他退了。对了，红颜，听到没？那秦墨去夏家退婚，你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傻呀！赶紧去把秦墨抢回来。那秦墨年轻又如此医术高超，若能入赘我唐家，定能光宗耀祖。哎呀，快去呀！这个就是挺不错的。夏小姐好，干杯！是以后常请。夏小姐好。爷爷，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搞这么隆重的宴会？当然是要迎接一位贵客了。贵客？哎呀，10年前曾经帮助过我们夏家的那位龙医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爷爷替你跟他的徒弟许下了一门亲事。我们得到可靠消息，他的徒弟今天就会来履行婚约。什么？哎呀，老爷子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搞那个娃娃亲那一套啊？要是对方长得又矮又丑，那不是毁了您血了吗？龙一的徒弟怎么可能会差呢？你们可别忘了，当初是龙一给我们留了一本医书，我们才会成为医学世家的。爸，即便龙一当年帮了咱家，也不能把宁雪给卖了呀。大不了他徒弟来了，多给他些钱，把他打发走不就行了吗？胡闹！我们夏家如今能有这样的地位，那全靠龙一，怎么能忘恩负义呢？爷爷，您别说了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小雪妹妹，我马上就要跟师傅去山上修炼了。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一定会的，我答应过你。等我长大后再娶你。徒儿，该走了。来了，师傅，你等我，我以后来找你。小哥哥，你要记住，你说过长大以后要娶我，小雪在这等着你。反正我是不会嫁给那个人的。小雪，你这……你不想嫁，我还不想娶呢。秦墨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来找我未婚妻的呀。你还敢提这事儿？现在我们要迎接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走。你就是龙一的徒弟秦墨吧？果然是一表人才呀！爷爷，你认识这个神棍？嘿，不得无礼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迎接的那位贵客，龙一的徒弟秦墨，也就是你的未婚夫。什么？夏小姐，这之前我们打赌你输了，要给我当媳妇儿，没想到这一语成谶了呀！等等，你们认识啊？哎呀，那可就太好了！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的订婚宴也别办了，直接给你们俩利用这宴会把婚礼给办了。不行！你们这是？爷爷，我跟秦墨这才第一次见面，这么快就结婚，会不会有些太急了？哎呀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等到了结婚之后你们再慢慢了解嘛。反正我不嫁。秦墨，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想娶我夏凝雪，你还不够格。夏小姐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今日来呢，并非是来履行婚约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这门亲事是我退你，而非你退我。
敢休我？既然夏小姐看我不顺眼，我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这天下好女子又并非只有你一个，没了你啊，我还能找到更好的。秦墨呀，我这个孙女啊，虽然是有点任性，但是她的心肠不坏呀。这门婚事既然已经定了，那岂能有毁约之理呀？再说了，我想你师父也不会因为此事就破坏我和他之间的约定吧？师傅那边我自会亲自去说，反正你这孙女谁爱娶谁娶，反正我呀无福消受。秦墨，你站住！宁雪，晕倒了，怎么晕倒了呀？宁雪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你怎么样了啊？他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？好几年了，每次只要情绪一激动，就会莫名其妙的昏迷。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，但根本查不出原因。都怪你！要是宁雪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胡说，这跟秦墨有什么关系？他这个是气血不足，加上过度疲劳导致的，问题不大啊。我帮他疏通几个穴位，应该很快能行。不用你操心，我的病我自己能治好。你就别硬撑了，你这病啊，寻常办法根本治不好。这夏小姐不会是出名的任性啊？我只不过是还缺一味药引，只要找到灵参，就有办法。宁雪，来人了！你要的灵参，我给你找到了。哎呀，江少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少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？他呀，就这样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宁雪的那个未婚夫啊！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泥腿子。江少，真的找到灵参了吗？哎，费尽千辛万苦，总算不辱使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只要有了灵参，我的病就有的治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灵参，你要是吃了它呀，立马会老个几十岁的。秦墨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不是灵参？这灵参嘛，产自天山，形如龙首，根如龙须，而这个根本不是灵参，而是红参，非但没有任何药用价值，反而还含有剧毒。胡说八道！这灵参是老子花了几百万买的，怎么可能有毒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让宁雪的病好，故意这么说的。要不是看在老爷子跟我家师傅交好的份上，我才懒得搭腔呢。啊，话已至此，信不信由你。宁雪，别听这小子瞎说啊！赶紧把这人参拿去服用。可是，唉，宁雪，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了吗？这灵参可是我从一个商人手里拿到的。不知花了我多少心思啊！我这些全都是为了你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被那个商人给骗了？你放屁！你少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看还是谨慎些为好。这万一要是用错了药，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还是找人先试过药之后再说吧。老爷子，现在宁雪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，等试完药，那黄花菜都凉了。行，既然你们都不放心，也不用麻烦别人试药了。我亲自试给你看。啊？江少亲自试？哎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！这红参
含有剧毒，虽不致命，但寻常人吃了可是要折寿的。吓唬谁呢？我愿意为宁雪做任何事情，更何况这是灵参，哪来的毒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真正的灵参，根本没错呀。江少，一下就老了。你的头发什么头发？头发白了呀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头发怎么白了？哎呀，都说了那是红参呀，含有剧毒，吃的不多，也就折了10年的寿。你放屁！就算折了10年的寿，那我头发怎么可能全都白了？因为你虚呀。你还好刚刚听了秦墨的话，没让林雪吃，否则麻烦就大了。哎呀，那现在灵参没有了，那宁雪的病怎么办啊？秦墨，刚才你说你能治宁雪的病，那你看能不能？爷爷，不用求他，就算他不出手，我也有办法。宁雪女儿，你别吓唬妈妈。宁雪，这是秦墨，拜托了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让他先能躺着。好。来，都让开啊！让。王八蛋，你干什么你？江少，瞎说！你小子摆明故意在占宁雪的便宜，赶紧让他停手啊！哎呀，人家这是在治病，哪来的占便宜一说？哎，你们没看到手放在哪儿吧？对呀，哎，我觉得还是江少说的对。你看，他在宁雪浑身上下摸了个遍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他还怎么做人呢？你臭流氓！你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说我好心好意救你，你不感激我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恩将仇报你。宁雪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我的头好像真的不痛了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把你肚上的经脉全疏通了，能痛就有鬼了。宁雪啊，秦墨帮了你大忙，还不赶紧谢谢人家啊！哎，感激的话就不必多说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俩各不相欠。等等，有事儿？我知道你是在欲擒故纵，别以为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就会对你有好感。我说夏小姐，你是不是自我感知有点太良好了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了？你最好没有，否则我也不介意再拒绝你一次。哎，你夏小姐眼高于顶，这么好的男人拒之门外啊！哼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从现在起，秦墨就是我的人。唐小姐，你这是……我刚才都已经听到了，你被夏凝雪拒绝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从今天起，他不要的男人，我要。唐红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当然是来抢人喽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夏凝雪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，凭什么看不起秦墨？以后
他就是我们唐家的人。哎，唐小姐，我知道呢，你平时跟我们家小雪有过节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也没必要为了跟她怄气做到这一步啊。我呢，跟夏凝雪的确是不对付，但我对秦墨是真心实意的。他夏凝雪能给的，我能给；他夏凝雪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我不同意。唐小姐，秦墨是和我们夏家有婚约的，怎么能说是你们唐家人呢？那婚约不是已经都解除了吗？婚约是我和秦墨的师傅之前就定好的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？凝雪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人家抢人都抢到这里来了，难道就为了那点面子，把这么优秀的男人拱手让人吗？哎呀，秦墨，咱别理他们了。我今天让人备了酒席，晚上我们好好聊聊。一定会的，我答应过你，等我长大后要娶你。小哥哥，站住！小哥哥，是你吗？啊？你回来找我了？小哥哥，夏小姐，你要不要脸？刚刚对秦墨还万般嫌弃，现在突然改口叫他小哥哥，怎么？你想让秦墨对你回心转意呀？我看不要脸的人是你才对，要抢男人倒别出去抢，这里是夏家，容不得你撒野。凝雪，你不是说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吗？他要走就让他走呗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世上的好男人又不止他一个，不还有我呢吗？啊！闭嘴，这没你的事。夏小姐，我知道你对于长辈们定下的婚约很反感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哎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双方都别再纠结了啊！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各不相干。秦墨，你等等！秦墨，凝雪呀，你要我说你什么才好啊？啊！秦墨这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，就让你拱手让人了。哎呀！哎呀，老爷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就算是他再优秀，那也是从乡下里来的土包子，他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女儿呢？要我说啊，那江少可比他好的多了去了。属于我的东西，谁都别想从我身边抢走。那个，汤小姐，咱们已经走远了，可以松手了吧？怎么，一个大美女搂着你胳膊，你还嫌弃上了？汤小姐，你，我逗你的，瞧把你吓的。我看你现在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我在怡景乐亭有套房，平时也没人住，送你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，哎呀，就当是你救了我爷爷的谢礼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样，我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好了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走啦。我去，这城里就是跟村里不一样啊！这连个高档小区的入户大堂都这么豪华呀！哎，翠花，你可无福消受了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哎，美女，这光天哦不对，月黑也不对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讹我呀你！臭婊子，让你陪个酒，居然跑这么快，继续跑啊！这位大哥，求求你帮帮我！
哎呀，来，美女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说要抓我去陪他们老大喝酒，我不愿意，然后他们就想囚禁我。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啊，还玩古惑仔这一套啊？小子，我们可是熊爷的人，不想死的话就滚远点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我呸！什么熊爷狗爷的，没听说过。敢对熊爷不敬，兄弟们，给我唱！退后！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愣着干什么？弄死他！怎么可能？你想干什么？下次别再让我看见你，带上你的人滚！哎，走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哎，美女，哎，没事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哎，来。哎，美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醒醒！不是，我操，你被下药了！哎，你醒了？臭流氓，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，我说大姐，这昨晚你被人追捕，我好心救了你，一句谢谢都没有就算了，哎，怎么还骂人啊你？原来还是个纯情小处男。那我的衣服怎么？啊，冤枉啊！你被人下药了，我呢，帮你把体内的毒给逼出来了。你看，其他的我什么也没干，这我家都啥事儿？我的新床我一天都还没睡，这……你居然没对我动什么歪心思，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不是，你。不管怎么说，刚才还是谢谢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还真被那个熊爷给霍霍了。哎，话说那个熊爷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居然还敢逼良为娼！呸！什么逼良为娼？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好吗？他可是阳城的地下老大，平日里就喜欢找一些女明星陪他喝酒。我只不过这次碰巧被他给碰上。不是，你也是女明星？怎么不像吗？不是，你堂堂一个男子汉，居然不知道我素影的名号？你怕不是乡下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？身体好结实啊，难怪刚才打架这么厉害。干什么？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可别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。你别多想，我身边刚好缺个保镖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来当我的贴身保镖？有报酬吗？当然有，你得陪我去个地方，只要你把事儿干成了，你要什么报酬我都能满足你。走着。合作愉快，干杯！啊，好久不见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谢谢。喂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今天我要在这里举办一场商业酒会，到时候那个熊三肯定会来挑事，我的安危倒是就拜托你了。你在这里随便逛逛，我去换套衣服。
好。哎，宁雪，江一天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？我都说了我有未婚夫了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宁雪，昨天我也在场，那秦墨已经跟你解说婚约了。哎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呗。秦墨，确实是。我还以为你出什么岔子呢。秦墨，我秦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我去哪儿？你好像管不着吧？这里是阳城最高端的酒会，你一个乡巴佬混进来混吃混喝的是吧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懒得搭理你。秦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宁雪，你应该知道这场酒会今晚的重要性。这种乡巴佬混吃混喝，千万不要跟他扯上关系，否则连你也要受牵连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老子问你话呢！捡起来！哼，想玩吃是吧？老子让你吃个够！哎，秦墨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烦了你！这小子谁啊？竟敢在酒会上主动打人，胆子也太肥了吧！他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要是苏影后怪罪下来，让他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呢。秦墨，赶紧走，你闯大祸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不过是教训了一只烦人的苍蝇，闯什么祸了？秦墨，你还不知道啊？这里是苏影后的主场，你敢在她的酒会上造次，你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你要让谁脱层皮？苏影后，是苏影后来了。原来她是影后，难怪之前那么心高气傲。苏影后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，他竟然敢在你的酒会上造次，还动手打人！你看，给我打成这个样子！你打他做什么？一直在我耳边嗡嗡叫，听不惯我就打了呀。哎，秦墨，人家苏影后都来了，你还敢在这大放厥词啊？啊，真当没人敢收拾你了是不是？苏影后，秦墨是我的未婚夫，是我带他来的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未婚夫？哦，他看不上我，已经解除婚约了。笨蛋，我这是在帮你，懂不懂？万一苏影后能看在我夏家的面子上，对你既往不咎呢？那就多谢夏小姐的好意了，但是我不需要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那我不管你了。苏影后，他敢在你的酒会上闹事，那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！去，把他收拾了。唉，这怎么能？你想我怎么收拾他？把他抓起来，扔河里喂鱼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开眼的东西抓起来，扔进河里喂鱼。怎么有这种人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苏影后，你抓错人了。苏影后，你抓错人了，你应该抓秦墨呀，你抓我干什么呀？抓的就是你，秦墨是我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指手画脚？秦墨，你们认识啊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夏小姐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的老天爷呀！我没看错吧？苏影后居然主动搂上了一个男人，这小子凭什么？那可是苏影后啊！听说夏小姐看不上秦墨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像秦墨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是哪只眼睛瞎了，竟然把他拒之门外？喂，你搞什么？
演技不错吧？这个可是我的老本行，看我怎么气死他！秦墨，你们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夏小姐，昨晚我还跟秦墨在一块儿呢，你想不想听一听具体细节啊？你怎么越说话越离谱了呢？苏影后，就算再怎么饥不择食，也不必找一个乡巴佬倒贴吧？啊！熊爷，他怎么来了？这熊爷是道上的狠角色，他来找苏影后，准备好事。果然还是来了。刚才我帮了你，现在该你帮我了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啊。苏影后，昨晚不辞而别，让老子一个人喝闷酒，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？我需要给你什么解释？哎呀，我对苏影后可是一见倾心呐！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，我保证没人动得了你。不需要，我有男朋友秦墨，他有能力保护我。这是他男朋友。兄爷，昨晚就是这小子半路捣乱，不然我们早得手了。小子，你他妈混哪儿的？跟老子抢女人？兄爷，他叫秦墨，他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他没什么背景。苏影后，就算是为了拒绝我，也没必要找这么个乡巴佬来当挡箭牌吧？秦墨他才不是什么挡箭牌，他是我男朋友。苏影后，他就是个乡下来的土鳖，连我们家宁雪都看不上，你会说是你的男朋友？骗谁呢？你不信是吧？这么紧，这什么操作啊？快拍下来！现在你相信了吧？苏影后竟然亲了那小子，这可是大新闻啊！赶紧拍照发我网上。你亲我干嘛？做戏要做足嘛，你别占了便宜又卖乖。我，小子，你找死！哎，兄爷，交给我。我早看这小子不顺眼了。好，给你个机会，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什么人不该惹。谢兄爷。江一天，你可……宁雪，那秦墨都这样对你了，你怎么还要维护他呀？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让他跪在你面前，跟你磕头认错。刚刚不是很拽吗？怎么不拽了呀你？现在从我的视线里消失，我还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秦墨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啊？老子有熊爷撑腰，你还这么嚣张，怎么敢的呀你？我看啊，是你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。熊爷，他打我！小子，你好大的胆！熊三，今天这酒会是我举办的，你要是想在这里动手的话，是不是得先问问我的意见？哼，这么说，苏影后是执意要保这个小子了？是又怎么样？行，我给你个面子，不动他。不过待会儿你陪我喝个酒。你做梦！哎，这兄爷想喝，你陪他喝2杯呗，你又不吃亏。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谁不知道熊爷是个色坯子，你还让我陪他喝酒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苏影后，你找这个男朋友也不过如此嘛。哼，这小子肯定是被熊爷的气质给吓到，居然把自己的女人拱手让人。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，原来是个怂包啊！这位兄弟，这我是不是怂包，咱先暂且不论。倒是熊爷你啊，这么喜欢找美女陪你喝酒，哎，即便你把他们灌醉了，你有那个能力下手吗？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看你啊，
面色黄了，步履轻浮，这典型的气虚不稳嘛。我没猜错的话，熊爷应该是极度的肾功能衰竭，已经危及到生命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猜？你少他妈在这鬼扯！熊爷英明神武，威风八面，怎么可能肾衰竭？是吧，熊爷？神医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！下跪了，他什么来头？神医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！神医，你能看出来我这病一定有办法治，对不对？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是有办法治好你的病，可是我凭什么帮你啊？熊爷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给那个乡巴佬跪下了呢？啊！闭嘴！再敢对神医不敬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还有你们几个，都给我跪下，给神医道歉！神医啊，我向您道歉，求您一定要治好我的病。我熊三对天发誓，您只要给我治好，我以后当牛做马都可以。我没看错吧？熊三居然给那小子下跪了，这看来他真的肾衰竭了，而且病得不轻啊。那现在你还让苏影后陪你喝酒吗？不敢！苏影后是您的女人，我可不敢。以后谁要敢对苏影后不敬，我熊三第一个饶不了他。好吧，那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治病。跟我来。秦墨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有话对你说。夏小姐，这我们之间并没有话要说，以后还是少跟我搭腔，我们两个不熟。神医啊，我这个病的各大医院都看过了，那医生对这个都束手无策。您当真有法子？您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臭小子，竟敢对熊爷动手，你不要命了？神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给你治病啊！我已经帮你疏通了堵塞的经脉，你现在感觉如何呀？有感觉了，真有感觉了！神医，您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大恩不言谢。往后有什么用得着兄弟们的地方，您尽管说，我熊三绝对义不容辞。我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们帮我去办。您说。刚才表现得不错，即日起正式雇你成为我的保镖。哎，先说好啊，雇我可是很贵的。我堂堂当红影后，难道连雇人的钱都给不起吗？稍后我会让我助理联系你签合同。我待会还要拍戏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算了，他出什么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小雪妹妹，你把这块玉佩戴在身上，以后只要我看到这块玉佩，就能认出你。小哥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随时戴在身上的。小雪，夏凝雪，难道夏凝雪就是小雪？你们几个，给我把外面看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，听明白了吗？是少爷。
夏凝雪，你终究还是栽到了我手里。今晚过后，就名正言顺的成为我的女人了。什么人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滚！不想死的话，就全部给我让开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大哥，别影响老子英雄救美呀你！好香啊，小雪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江一天，你敢碰他一下试试？秦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喊也没用，你那些废物手下都已经全部被我收拾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我爸唯一的儿子，我可是要给江家传宗接代的。但凡我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爸绝对不会饶了你。传宗接代，好啊，那我便要你江家断子绝孙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当然是帮你绝育啊！今日我便饶你一条狗命，但敢有下次，我绝不轻饶！滚！秦墨，你给我等着！小雪，小雪，你没事吧？秦墨，啊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怎么才来找我呀？负心汉？哎，我……秦墨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？我……啊，好热呀！为什么这么热？你快去把空调打开。我……居然是百媚散，一种烈性媚药。江一天这个畜生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那……这大早上的，你叫什么叫啊？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啊你？秦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个臭流氓，对我做了什么？哼！难道你一点也不记得了啊？臭流氓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喂，昨晚我好心好意救了你，你就这么恩将仇报啊你？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不是大姐，你好好看看你自己啊！这衣服是不是好好的？昨天啊，你中了江一天给你下的媚药，要不是我及时出手相助，你啊早都已经晚节不保了你。哼！你真的什么也没做？不是，大姐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可是正人君子啊！就你啊，还正人君子？我的玉佩呢？哪去了？
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我的玉佩，还给我！想要玉佩可以，但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这块玉佩，你到底从何而来？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见过？这家伙难道认出我了？快说呀！秦墨，原来你真的在这儿，我正到处找你呢。唐小姐，哎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？以我的人脉，想在阳城找个人还不容易。你们这是？对了，夏小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这块玉佩，你到底从何而来？我捡的。捡的？这……对，就是我捡的。这块玉佩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还给我。不是。我先走了，就不妨碍你们秀恩爱了。夏小姐，秦墨，我有急事找你。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唐小姐，你说的有急事儿就带我来这儿啊？魏家是我们最大的合作商，但听说魏家主的夫人最近病了，迟迟不肯跟我们谈合作，所以你就想让我出手帮你治好魏家主的夫人，好促成你们的合作？哎呀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嘛，好不好嘛？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？你就帮我这个忙。行，走。来。医生，我夫人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很严重，必须立刻催生。只不过什么？快说呀！夫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。魏家主，你准备怎么选？什么？家主，唐红颜唐小姐求见。怎么又是她？我夫人现在都命悬一线了，这个时候哪还有心情跟她谈合作呀？让她走吧。魏家主，赶紧做选择吧，要是迟了，2条命都保不住。医生，那你说说，你让我怎么选择？小孩才做选择，你要是个男人，2个全都要。什么人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管家！别！魏家主，我们可以走，但魏家主你可要想清楚，现在选择接生，夫人和夫人肚子里的孩子一个都保不住。你当自己是谁呀？王医生刚才都说了，嫂子和孩子能保住一个，要你们在这里满嘴喷粪。夫人，这可是误食了有毒的食物才导致的早产，你确定你们能2保1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用眼睛看出来的。夫人误食有毒的食物，我们从未跟任何外人提起过。难不成这小子真有那本事？哥，你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，我看他就是唐红颜请来的演员，想让你跟他们签合同的。魏小姐，你误会了，秦墨他真是医生，你别看他现在这样，他是有真材实料的。我爷爷前段时间身中蛊毒，就是他出手解决的。谁信啊？我看你就跟他是一伙的。不好了，夫人情况紧急，魏家主再不做选择就来不及了。小兄弟，我就让你试试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绝对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好了，都让开。哎呀，哥，你不会真信这小子了吧？一个是我的结发妻子，一个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你让我怎么选啊？只能便宜罢了。哎呀，那万一他……没有万一，
要是我夫人和孩子有一个出了问题，我绝对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！我说到做到。病人大出血，现在需要立刻补血。你们谁是 O 型血？我是 O 型血。现在抽血加输血至少需要1个小时，到时候夫人可能已经……不晚。魏家主，你忍耐一下。这是神迹，简直是神迹啊！如此输血手法，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。夫人好像真的不痛苦了。好了，护士留下，帮我打个下手，其他人先出去吧。你这么着急着我们出去，想干什么坏事？有你这个话痨在这儿，我没法安心治病。你行了，你们都先出去，就听他的。小兄弟，我夫人就拜托你了。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魏家主，您放心，有秦墨在，夫人孩子会平安无恙的。话说的好听，唐红颜，我警告你，要是我嫂子有个3长2短，不仅你和那个乡巴佬会死，你们唐家所有人都得给我嫂子陪葬。以嫂子的情况，连王医生都无力回天，恐怕……恭喜魏家主喜得一子。好啊！护士，我夫人情况如何？顾夫人也安然无恙，秦先生正在里面处理收尾工作。老天保佑！老天保佑！这怎么可能？那个乡巴佬居然……魏小姐，我说了，秦墨他是有真材实料的，凭他的医术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你现在信了吧？希望秦墨待会儿出来之后，你能当面给他道个歉。顾夫人，你醒了？孩子呢？我要看一下我的孩子。哎，放心，孩子安然无恙，你的命也保住了。多谢。先别着急感谢，我呀有一个疑问，想要请教一下顾夫人。什么疑问？那孩子应该不是魏家主的亲骨肉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哎呀，别装了啊！这刚才我给魏家主抽血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这魏家主与你腹中的孩子根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也就是说，那孩子呀，根本就不是魏家主的亲骨肉。看来是被我说中了呀，顾夫人，你应该也不想这件事情被魏家主发现了吧？你开个条件吧，怎么样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？现在还没想好，等以后想好了再告诉你也不迟啊。好，往后你有什么需求，我必然全力以赴帮你。哎，这眼下刚好有一件事儿，让我给那个乡巴佬道歉，做梦！行了，李晨，休得无礼。哥，嫂子有洁癖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平日里最厌恶其他男人碰她。那个乡巴佬给她接生，嫂子要是醒来，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你说谁会大发雷霆？嫂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刚才那个乡巴佬有没有对你？骂谁乡巴佬？
赶紧给秦先生道歉！赶紧给秦先生道歉！嫂子，你为了那个乡巴佬，居然打我！闭嘴！秦先生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，你再敢对他无礼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哥，你看嫂子她……行了，你嫂子她说的没错，秦先生是我们魏家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是再不道歉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。我什么我还不赶紧道歉？对不起。秦先生，我这个妹妹从小性子就顽劣，让我给惯坏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算了，我呢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。郑清，之前跟唐家谈的合作是不是该定下来了？哦，对，是啊，合作。唐小姐，这次你和秦先生可是帮了我们魏家的大忙，合作，我们魏家愿意让利3成。3成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现在想想，钱乃身外之物，就算是我倾家荡产，只要能保住我妻儿的性命，我魏正清也愿意啊。哎，这魏家主也是个可怜人，他现在还不知道他自己的头发有多绿。秦墨，你这次真帮我大忙了，没想到魏家主居然能主动让利3成，这样一来，项目就能正式启动了。啊，别忘了你之前说好的报酬啊！哎呀，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不过，要想项目拓展出去，还需要一个明星代言人。明星代言人？嗯，我认识啊。谁啊？苏影后。吹牛，人家可是当红影后，你怎么可能认识？那如果我要真能把苏影后请来给你当代言人的话，你拿什么报答我？你要是真能请来的话，我就穿女仆装给你当暖床丫鬟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喂，我是秦墨，你哪位啊？秦先生，我是苏影后的助理，苏影后出事了。啊！秦先生，你可算来了，快去劝劝苏影后吧，我担心她想不开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苏影后去片场拍戏的时候，不知道谁对薇娅做了手脚，让她从高处摔了下来，脸被划伤了一道口子，医生说再也无法复原了。这么严重？是啊，娱乐圈这个行业，脸就是门面啊。现在苏影后被毁了容，好多戏都被推了。她现在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边，我担心。别着急，带我去看看。好，在这边。苏影后，秦先生来看你了。让他走，我现在谁也不想见。可是，让我来吧。苏影后，我是秦墨，你把门打开，我呢……你是来讨要工资的吧？你的工资我会让红姐打到你的卡上。现在我的脸也毁容了，以后你就不用再来当我保镖了。慌什么？来，让我看看你脸上的伤。怎么，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既然我是你的保镖，你受伤了，我有责任。你让我看看，说不定我有办法治呢。现在你看到了吧？满意了？哎，还行。秦墨，我的脸都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说还行？我的意思是你这个伤还行，我有办法治。秦先生，你是说你真的能治好苏影后脸上的伤？秦墨，你就别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的伤我自己清楚，而且我已经问了阳城最好的美容医生，他们都治不好，你能治？我真的有办法，这只要
能找到肉灵芝，再配合上我的针法，我保证让你的脸恢复如初。肉灵芝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一种名贵药材，一般生长在深山老林里，极难获取。那你还说什么？这肉灵芝我上哪找去啊？肉灵芝，我听说过，阳城4大家族之一的顾家，早些年好像有收到过，现如今可是他们的传家宝呢。顾家？对，没错，刚好明天是顾老爷子70大寿，也许能去碰碰运气。哇，这顾老爷子的寿宴看着可真气派。宁雪，那真是误会。是啊，你上次被人下药，那我也是为了救你啊。宁雪，你就别再缠着我了。夏小姐，好巧啊！我跟你很熟吗？少来套近乎。上次那玉佩的事情，哎，秦墨，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真当我不敢收拾你了是吧？哟，这不是江公公吗？不好好当你的太监，来这儿干嘛呀？你骂谁是公公？你骂谁是公公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，以张少现在的样子，我愿封你为西厂总管，还不赶紧跪下谢主隆恩？你出什么事了？太丢人了！这是呀。一天，什么事情这么吵？今日顾老爷子70大寿，要是冲撞了他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爸，他就是秦墨，之前就是他3番2次针对我。小子，连我江家的眉头都敢触，胆子不小啊！不知江老爷子有几个儿子？就一天一个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劝江家主趁时间赶紧重开个小号啊！毕竟江一天可没法为你江家传宗接代了。爸，别听他胡说，你儿子身体好着呢。秦墨，这将军好可不比江一天，他在阳城势力庞杂，而且跟顾家家属关系甚好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你好像很关心我呀。谁关心你了？你被人打死都不关我的事。放心，他江家在阳城有势力，我背后也有势力。你一个乡巴佬能有什么势力啊？除非你现在跪下来磕头求饶，还来得及，否则我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有没有说过，以后少在我面前蹦跶？我就在你面前蹦跶啊！哎，我跳过来了，哎，我跳过去了，哎，我又跳过来了，好了，我又蹦过去了，打我呀！动手了。这头一次听见这么下贱的要求。爸，他竟然当你面打我，你快帮我做主呀，爸！混账东西，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江家主您息怒，秦墨他不是故意的。秦墨，你疯了！这里是顾老爷子的寿宴，你在这里动手打人，你惹上麻烦了。这人谁啊？居然敢在顾家的寿宴上这么嚣张！这场寿宴是顾家千金顾雅琴筹办的，以顾小姐的脾气，她不死也得脱层皮啊！离她远点，别到时候溅了一身血。秦墨，这里我帮你顶着，从后门走，不然顾家人一会儿来了，你就走不了了。放心，顾家的人见到我呀，那也得客客气气的啊，不碍事。好大的口气！连我江君豪在顾家人面前都不敢如此放肆，你算哪根葱？爸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去把顾小姐给我叫过来，今天晚上就让她死无葬身之地。不用叫了，我已经来了。是顾小姐，顾小姐来了。听说顾小姐昨天才刚生完孩子，今天居然
依旧容光焕发呀。据说是一位神医给顾小姐接的生，顾小姐刚生完孩子就能下地走路了。顾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人在你们的寿宴上闹事。谁这么大胆？就是他，他叫秦墨，他刚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。他之前都打你哪儿了？脸。这脸啊，是都不对称了，是吧？脸都给我打肿了。那要不我给你对称一下？啊！哇哦！顾小姐，你这是何意？秦先生是我们顾家的贵客，谁敢对他无礼，就是不把我顾雅琴放在眼里。什么？秦先生，您来我们顾家寿宴，怎么也不提前告知一声啊？啊，我此次前来啊，是想向你顾家讨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一声就好了，何必麻烦你跑啊？原来那小子跟顾小姐认识，难怪敢这么肆意妄为啊！江家也只能认栽啊。顾小姐是出了名的帮亲不帮理。顾小姐，我不管你和这小子是什么关系，但你无缘无故打我儿子一天，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你们想要什么交代？此次寿宴，我带来了顾老爷子一直在找的龙涎香。你说，顾老爷子要是看到这盒龙涎香，又该帮谁呢？龙涎香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竟真的是龙涎香，江家主，你真要将此物送我？这龙涎香本来是我给顾老爷子送的寿宴贺礼，但你们的顾小姐好像并不欢迎我，我也无需热脸贴冷屁股。什么？雅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江家主与我顾家交好，江家主还特意带来贵重礼物给我贺寿，你怎么这么不知礼数啊？不就是一盒破香吗？我倒没看出来它到底哪儿珍贵了。哼，果然是个乡巴佬。这龙涎香是香中的极品，价值1000金，长期使用的人活血醒脑，延年益寿都友好。龙涎的确有这个功效，但你这个分明是蛇涎，其外观与龙涎相似，但味道呀却奇臭无比。顾老爷子，你若是服用此物，不出3日就得进棺材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真是哗众取宠的小子！这龙涎香是我花重金从国外求购回来的，也就是你这种没有见识的乡下人会认错。你们不信啊？可以点燃闻闻，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。秦墨，你当我们傻呀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点给你闻啊？啊？想占小便宜，你明说呀！什么味儿啊？大哥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这味道太让人发恶心了。我臭死了！来人，快把这个东西拿下去！快拿走，快拿走！现在你们总该相信了吧？不可能，这龙涎香怎么可能有假？臭小子，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江家家主，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看着，秦墨站在这里一动不动，哪有机会动手脚？居然是假的！我身体每况愈下，听说龙涎香可以延年益寿，所以才到处寻求，可还是一场空啊！爷爷，您会长命百岁的。你呀，就别安慰我了。我今日前来，其实也带了一份贺礼，正好可以满足顾老爷子的愿望。秦先生，您给我爷爷带了什么贺礼？
他一个穷小子，能带什么贵重的礼物啊？10年寿命，不知道此物算不算珍贵？10年寿命，秦墨，你发神经也得分个场合吧？寿命这东西，是能送的吗？哼，真是笑话！我将军好活这么久，只听说过折寿，但增寿却是闻所未闻呢。郭老爷子，这小子好像在戏耍你。哎呀，别人说的我可能不相信，但秦墨说的就一定是真的。哎，不是倪雪，秦墨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都这样了，你还帮他？难道你不怕你们夏家也被牵连吗？放心，我既然敢说，就一定能做到。郭老爷子，不知此物你收是不收？10年寿命，你真能让我多活10年，我当然欣然接受，但前提是你得有那个本事。好，那你可接好了。阴阳九针，此针法我只在龙一给我下家的那本古遗书籍上见过，而且只记载了一半。这家伙居然能完美运用。顾家主可以睁眼了。看得出来吗？年轻了，变年轻了。雅琴，你看我是不是变得年轻了？是不是？是啊，爷爷，你看起来年轻了20、30岁呢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眨个眼的功夫，顾老爷子居然变年轻了，真是太神了！这小子难不成是位得道高人？秦先生，大恩大德，请受老朽一拜。哎，原来是位高人啊！顾家主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我这忙啊，也不是白帮的。我想向您讨要一样东西。秦先生，请说。肉灵芝。哈哈，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肉灵芝是顾家的传家之宝，你真以为顾老爷子会送给你？闭嘴！10年的寿命，莫说肉灵芝，把顾家的仓库搬空都行。爷爷，之前难产，就是秦先生出手帮忙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差点怠慢了顾家恩人。哎，你们2个从我进门那刻起，就处处诋毁秦先生，甚至给我送假货，真是胆大妄为。从今日起，我顾家断绝和你们江家的一切合作。顾老爷子，你我顾江2家交往多年，你不能说断就断啊！对啊，滚！是。走。秦先生，请您稍等，我和爷爷这就去给您取肉灵芝。好。刚才我怎么从顾雅琴的眼中感觉到一丝杀气？还看啊？人家都走远了。啥呀？我看啥了？还说没有？你看到人家顾小姐的时候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不是，你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人家顾夫人是有夫之妇，刚生完孩子。那我怎么知道？说不定你们男人都好这口。不是，小雪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什么误会不误会的，少自作多情了。我跟你很熟吗？不是我。唉，啊，好了，我帮你用肉灵芝复原了伤口，再加上我的阴阳九阵，我保证啊，不出5分钟，你的脸将会恢复如初。这么快？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唉，这其他的我可不敢说，但单论医术，除了我师傅，这世上没人比得过我。
行，我信你一次。要是你给我治好的话，我就赖你一辈子。不是，你这是恩将仇报吧？你们干什么？苏远浩现在不方便接待。苏永浩，听说你毁容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苏永浩，苏颖浩，就是您从此以后都退出娱乐圈了吗？苏颖浩，请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冷静，大家都冷静。苏永浩，苏远浩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，别拦着过几天再来好吗？来，让一下啊，让一下。是不方便接受采访，还是担心自己的丑陋模样被曝光？苏颖浩，进去，快！邹庆言，这些记者是你叫来的。我这不是关心苏颖后吗？你如今已经彻底毁容，恐怕再也回不了娱乐圈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要让大家知道了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又不是你的。他谁啊？他叫宋清言，因为被苏影后抢了影后的位置而心生嫉妒，一直视苏影后为眼中钉。我们怀疑苏影后这次出事毁容就是他安排的。苏莹，你现在毁了容，已经无法胜任影后这个位置了，所以我们公司商量一致决定，把你所有的资源全部给到宋清言头上，你没有意见吧？张导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些资源可是苏影后凭自身的实力为公司争取来的，怎么能白白送给他人？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公司就该把所有资源都投到一个被毁了容的丑八怪身上吗？你让公众怎么看？可是，那如果苏颖没有毁容的话，那是不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？当然，可是苏颖毁容千真万确，我们剧组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了。是吗？那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。照你这么说，苏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，那她现在戴着面罩做什么？是怕自己颜值太高，打击到某人。笑话，半张脸都被毁了，能打击到谁？时间差不多了，苏颖，把口罩摘下来，给他看看。你确定？这万一……我的医术没有万一啊！我帮你。快拍！哦，怎么一点伤口都没有？还得是你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不是说苏影后毁容了吗？怎么看着好好的？我甚至觉得她的脸比以前变得更漂亮了。她的脸不是毁容了吗？为什么？怎么，你很失望吧？毕竟你总想千方百计的毁我的容，这样一来，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少血口喷人，谁算计你了？谁算计我，谁知道。你，张导，那苏影后的资源是不是可以？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件事已经经过魏总的同意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不能更改。什么？魏总？哪个魏总啊？你连魏正清魏总都不知道？杨天华娱乐老总，我和苏颖都是他公司旗下的艺人。这么巧，原来你们是魏正清的人，那这事儿可太好办了。魏家主啊，我是秦墨，我这儿有事儿，想让你亲自过来一趟。放心吧，都是小问题。这魏正清啊，正好在附近呢，马上过来问问他，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。笑死我了！你这演技，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哼，你当你是什么人？魏总这样的大人物，是你说能请就能请来的吗？来，都拍下来了吧？到时候把这些视频发到网上，到时候让魏总看到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，别发，大家千万别发！秦墨，魏家主一向最重名声了，要是让他在网上看到他被羞辱的话，我们都不会好过的。苏颖，你都自顾不暇了，还关心别人？你跟这个叫秦墨的男人光天化日共处一室，怎么，他就是你在外面养的小白脸啊？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呀！
把这段也拍下来啊，到时候标题就写“震惊”，苏影后在外包养小白脸。苏影，身为杨天华娱旗下的艺人，竟然做出如此苟且之事，别说魏总了，连我也不会饶了你。我会饶了谁啊？他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应该是看到网上的视频，亲自过来问罪的。魏总，你不必生这么大气，那个叫秦墨的小子，我替你收拾就行。收拾他，我就先把你给收拾了。魏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张东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把所有的资源让给了宋青言，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？魏总，我不是担心您忙吗？所以你就擅自替我做主吗？哦，原来没经过魏总的同意啊！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关你屁事！魏总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张东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秦先生可是我魏家的恩人，你对他无礼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什么？这么说，魏总真是秦先生请来的？真的是？你怎么认识魏总的？哎，说来话长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魏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您认识他，我要知道，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呀。张东，这次我就饶过你一次。是。回去以后，给我好好反省。是。等等，张导演，你生病了，而且还挺严重，那要不要我给你治治？秦先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这身体好好的，怎么可能生病呢？你这病啊，会在体内潜伏几年，甚至近10年。一般呢是通过血液传播的，而且到了后期无药可治啊。那不就是脏病吗？你说对了，就是脏病。秦先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这怎么可能得脏病呢？你不相信啊？我可是神医啊！苏英脸上这么严重的伤，那都是我治好的。没错，秦先生的医术的确登峰造极。之前多亏了这位秦先生，才能保住我夫人和孩子的性命，这些都是事实啊。秦先生，你救救我！你有什么方法能治治我？我是神医啊，当然可以救你了。只不过什么？你说。我得先搞清楚你这病的来源，而且根据我的诊断，你是最近这几天才染上脏病的。哎，你最近这几天跟谁在一起啊？我，快说！怎么不愿意说呀？那这病我可治不了，回去等死吧！啊！秦先生，我说，这几天我一直都跟宋青言在一起，一定是他传染了我。你呀，张东，你在这个公司多少年了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规矩吗？不能和旗下艺人有暧昧关系。这的事情啊！我错了，是他勾引我的。张东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哪里血口喷人了？就是你勾引的我，让我在素影的道具上面做手脚，害他毁容。就是你，我还有当时的录音，不信你们听听。张导，不论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毁了素影，只有那样，我才能坐上影后的位置。这真相大白了！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啊！魏总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滚！宋青言呐，宋青言，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！你身为杨天华娱旗下艺人，居然设计陷害自己的搭档，真是天理难容啊！把他给我送到局里去，不让他待上个几年，就难解我心头之恨。魏总，饶了我吧，魏总，我错了。秦先生，你看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你看我这病。哦，你说脏病啊？哎，那是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开玩笑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呢就有点肾虚，身体啊好着呢。你这个王八蛋，敢耍我！我去，抓出去！
张东啊，张东，你跟宋青岩是一伙的，把他一并给我带到局里。臭小子，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秦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和苏影后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了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秦先生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顾总，请。可以啊，这3两下就把幕后黑手给抓到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内心小鹿乱撞，对我有种无法自拔的感觉，甚至还有种想对我以身相许的冲动？少臭美。不过嘛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别当真嘛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肯定得被你那些粉丝唾沫淹死。你这么尽心尽力的帮我，肯定有什么条件吧？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绝无二话。你还挺聪明啊，不过呀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我想请你帮做唐氏集团的代言人。就这么简单啊？啊，就这么简单？我当什么了？我答应了。不过嘛，以身相许的事情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就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。哎，行了，你还是赶紧收拾一下，咱待会儿就去唐氏集团啊。怎么比我脸皮还薄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怎么追女孩？红颜，这个项目你能谈成，二叔发自内心的佩服。可项目要求必须请到一位当红明星做代言，好像至今都没什么消息啊。二叔，秦墨已经去联系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你就那么相信秦墨啊？他一个农村来的泥腿子，他有什么渠道能联系到当红明星啊？是啊，就是啊，他不确实是的。你看这样如何？好好想一想，把项目给我渠道广啊，我能请到宋青岩来做代言。二叔，你也知道项目是我做的，你什么力都没有出，就想坐收渔翁之利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我倒是没什么呀，啊，可项目一直这么耽误下去，也不是事儿啊。要不你问问其他股东答不答应？我同意唐副总的建议，他能够请到宋青岩做代言，能够让项目利益最大化。我也同意，宋青岩是准一线，粉丝基数庞大，是最佳人选。我建议项目就由唐副总来做。是不是啊？对是。你们请宋青岩做代言，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啊？秦墨，你们请宋青岩做代言，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啊？秦墨，你来啦。秦墨，这是我们唐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进来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二叔，秦墨是爷爷的救命恩人，怎么能算是外人呢？他就是救了董事长的那位神医。沈一居然如此年轻。别慌，先不谈我是不是外人这个话题，这我刚听别人说，有人想请宋青岩来为公司做代言啊。不错，我跟宋青岩都谈好了，他愿意来给公司做代言。唐小姐，你这二叔居心叵测，这是要坑死你们唐氏集团啊！对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赶紧让他卷铺盖滚蛋！臭小子，谁坑唐氏集团了？给我说清楚！不是，你们消息这么闭塞，这宋青岩啊，已经变成污点艺人被抓了，马上就要在牢里踩缝纫机了。放屁！
我昨天才刚跟宋青言当面聊过，你少在这造谣啊！你不信啊？你自己看新闻啊，都上热搜了。哇，你快看，是真的，说是真的，好像真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还真有艺人宋青言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。我不信，看啊，天哪，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嘛，啊，我说你想坑死唐氏集团啊？哎，请这么个艺人来为你们公司做代言，那不是你可找死吗？哎呀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合适的艺人，却进了监狱。哎，看来我们的项目要继续停摆了。是啊。哎，没那么严重，我已经找到更合适的艺人了。就凭你，项目可是要求要找一位高流量的艺人做代言，除了宋青言，那只有苏影后了。你难不成还能把苏影后请来？哎，你还真猜对了，就是苏影。这怎么可能嘛？秦墨，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？苏影后那种级别的明星，就连我也联系不到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信啊？那要是我真能把苏影请来呢？你要真能联系到苏影后，我立马把副总的位置让出来。那你要是请不到，就让唐红颜把项目让出来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秦墨，你明知道这是必输的局，为什么还要赌？你不信我呀？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，这怎么可能嘛？那你看，那是谁？啊，这……你好啊，唐小姐，我是苏影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愣着干嘛？人跟你打招呼呢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的妈呀！我没看错吧？真是苏影后？那小子真把苏影后请来了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算请到了苏影后又如何？代言费那么贵，我们可承担不起。是啊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是呢。是啊，有道理。具体事宜我已经跟秦先生商量过了，我愿意免费为贵公司代言。免费？免费？免费？天哪！免费？这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不信。苏影后，这小子给了你什么条件，让你赔钱也来做代言？他没有许诺我什么条件，我愿意，不行吗？按照赌约，你要把副总的位置让出来，让给别人做。哼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啊？嘿，这副总的位置，那是我爸亲自点头的。你说让就让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他没资格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董事长好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我们唐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从即日起，唐氏集团副总的位置让出来，让红颜坐。你不许再插手公司的任何事情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你儿子呀！闭嘴！公司若继续放任你这只蛀虫为非作歹，会被你搞得天翻地覆，还不快滚！苏影后，
你居然会为我们唐氏公司代言，老朽感激不尽。您不应该谢谢我，您应该谢谢秦先生。秦小友，这次我们唐家又成了你的情了，实在不知道如何感谢你。啊，以后我孙女儿红颜的事儿，爷爷，公司里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，你就别在这捣乱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回。不过呢，爷爷告诉你，你必须把他抢到手，听懂吗？谢谢啊。知道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哼。走。哎呀，唐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剧组那边还有拍摄，如果后面你要对接代言拍摄时间的话，直接找我经纪人就好。好的，苏影后慢走。难怪连我都不肯多看一眼，原来这是金屋藏娇了。原来这是金屋藏娇啊！不是你这个女人，下手能不能轻一点？我去！秦墨啊，你跟苏影后很熟吗？其实也不是很熟，我就帮了她一个小忙而已。真的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还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什么事情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你不记得了？啊？当时你骗我去给顾夫人治病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啊？如果我要真能把苏影后请来给你当代言人的话，你拿什么报答我啊？你要是真能请来的话，我就穿女仆装给你当暖床丫鬟。你真要我穿啊？你说呢？这必须的必嘛！我说好了没有啊？还有多久啊？行了，马上就好了，不许偷看！好，我不看啊！你现在可以睁眼了。我去，不错嘛！就是这个味儿。要做什么就赶紧做，待会儿我爸跟我爷爷回来就完蛋了。哎呀，这我最近腰有点酸，你帮我揉揉。腰，我帮你捏肩就不错了，这力度怎么样，秦墨？主人。这我最近腿也有点酸，要是有人能帮我揉揉就好了。好的，主人。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把我家的小辣椒拿捏得死死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会玩啊！哎呀，这家伙几天了，一个消息都没有，该不会是在和哪个女人鬼混吧？宁雪，你这几天都怎么了？整天都魂不守舍的。有吗？有啊，而且感觉超级明显。没有，你感觉错了。我去趟洗手间。
哎，秦墨，就是你让我家宁雪单相思啊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谁给我发消息啊？秦墨，我有急事找你，赶紧来黄鹤酒吧，不见不散。这么晚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会儿是不是要？他们家调酒不错的，安晨。不是说有急事儿找我吗？怎么还没来？帅哥，这里应该没人吧？感觉也不怎么样嘛，也不知道宁雪是怎么了，居然会看上这么个土包子。美女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认识你吗？之前不认识。但过了今晚，咱们就认识了。美女，请你自重啊！哼，还是个纯情小处男，看老娘怎么拿捏你！兄弟们，咱们待会儿回去了。继续喝啊！虎哥，你快看，极品呐！兄弟们，今晚咱们哥几个有福了。喝点什么？随便点，我请客。我说美女啊，我在等一位很重要的人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喂，你有没有品啊？我这么大个美女主动搭讪你，你居然要赶我走！美女，这小子不要你，哥几个要你啊！是啊，一个人喝酒是不是很寂寞？要不要哥几个陪陪你啊？滚开！就你们几个下三滥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脾气还挺冲啊，不过嘛，我喜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滚！走！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我的头！大哥，没事吧？虎哥，别管我，给我把那小子废了！还有那小娘皮，给我绑起来！老子今晚要狠狠蹂躏蹂躏他！给我上！小心！好帅呀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熊爷的人，你敢动我，熊爷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是熊三的人，放肆！熊爷的名讳也是你罩的。喂，咱们赶紧走吧，熊爷可是地头蛇，咱们可惹不起。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祸不是你惹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怪我怪我好了吧？咱们赶紧走吧，不然真的来不及了。已经晚了。熊爷现在就在附近，等他到了，一定给你们抽筋拔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熊爷，有人在我们皇后酒吧闹事儿。哪个不怕死的敢来老子地方闹事？就是那小子。熊爷，刚才撂翻我10几号弟兄，可不能放过他。去你妈的！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提前说一声，让我提前接你呢？
修远，你疯了！这小子一看就是个乡下来的土鳖，你干嘛给他下跪？我去你妈的！敢对我大哥不敬，信不信老子切了你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没听错吧？熊爷居然叫这个小子大哥！熊爷的大哥，那不是我们大哥的大哥？连熊爷都叫他大哥，这样一看，感觉他更帅了。还不赶紧滚过来给我大哥道歉！好大哥，我这几个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看在我的薄面上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其他人就算了，但这个虎哥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招惹你，我更不该打嫂子主意，我开始。嫂子？不是。行了，嫂子原谅你们了，赶紧滚吧，不要影响我跟你们大哥约会。好，大哥，我们这就滚。谢谢大哥。走，滚！你有病吗？干嘛自称嫂子？我们认识吗？哎，不是你怎么了？我其实不会喝酒，头好晕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家？喂，醒醒！哎，我真服了我。来，行了，把你也送回家了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坐会儿再走吗？哎，我家猫会后空翻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不是说你醉了吗？哎呦，要死了！我都好痛啊！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对我干什么，我肯定没力气反抗，而且第二天肯定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行了，别装了啊！我是医生，我知道你没醉。要不是看你是个女孩子，走夜路不安全，我才懒得送你。想不到你人还怪好的嘛，难怪凝雪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凝雪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你救了我，我还没好好报答你呢。要不今晚你在我家住下，新月，你睡了吗？我马上就睡了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有点想不通，那家伙为什么好几天都不联系我？我想让你帮我出主意。奇怪，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啊？新月，你屋里有人吗？我怎么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啊？你要死啊！要是被我闺蜜知道的话，咱们就都完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闺蜜还管这个？哎呀，你不一样，我去支开她，你就待在屋里，千万别出声。不是，新月，你屋里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新交的男朋友。怎么了？你新交男朋友了？怎么不告诉我？谁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帅不帅？老帅了。还有，你就别好奇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，快去！啊，那可不行，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啊，万一被那个渣男骗了怎么办？我去帮你长长眼。人家现在光着身子呢，被你看光了多不好啊！新月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你说谎的时候，眼睛都不敢直视我。那我今天非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，能够俘获我闺蜜的芳心。等等！秦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这是我家呀。什么？你家？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秦墨，其实我是宁雪的闺蜜，之前也是拿宁雪的手机发信息约你的。我就是想测试一下。测试我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。宁雪整天念叨你，
我就是想看看，能被宁雪这么挂念的男人，到底有什么好。新月，好了，秦墨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行，那我回去了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下次再约啊，帅哥。果然啊，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。新月，不打算给我解释一下吗？雪儿。昨天晚上累死我了，觉都没睡好。顾夫人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齐先生，有件事情需要拜托你。我和郑清需要参加一场私人拍卖会，想请你护我们周全，价钱随便你开。好啊，把时间和地点告诉我。楼门大院，下午2点。好。秦墨，虽然你有恩于我，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。为了我和孩子的幸福，我留不得你。熊三儿，哎，于大师，来，秦先生，请坐吧。啊，没想到你真会答应过来。接下来我和夫人的安危就全看你的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事成之后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拿钱办事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内情外意，居然还是个高手。看来今天这场拍卖不太平啊。欢迎各位远道而来，参加这场私人拍卖会。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，话不多说，请看宝物。不就是个金盆吗？说的好像谁家没有一样。齐爷，您可别这么说。杜五爷邀请我们这些圈内好友前来，肯定不会是因为一个盆这么简单。没错，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金盆，此乃于大师珍藏的聚宝盆。聚宝盆？那倒是给我们看看怎么个聚宝法。各位，睁大眼睛看仔细了。这他妈什么东西？钱生钱！老杜，这宝贝哪来的呀？这宝贝吧，还真不是我所有，此乃于大师所收藏的。我好说歹说呀，才说服他拿出来拍卖，为了就是让大家公平竞拍。这可是好宝贝啊！于大师，你当真愿意把宝贝卖给我们？我乃修道之人，早已视金钱为身外之物。若这聚宝盆能在有缘人手里发挥它的价值，那也是算做了一件善事。说得好听，拿出来拍卖还是金钱于身外之物，真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。开始竞价吧！哎，各位，坐啊！价高者得，不欠底价。我先报价，5000万。我说8000万，1个亿。别买，这玩意儿有古怪。
别买，这玩意儿有古怪。我说秦先生，这可是能钱生钱的聚宝盆，有什么古怪啊？这真正的聚宝盆啊，正在我师傅那儿当洗脚盆呢。而且，像这种宝物又怎会流落民间呢？原来如此。秦先生的意思是，这聚宝盆是假的？夫人你……抱歉啊，秦先生，我太惊讶了，一时没收住。无妨。顾夫人，你刚才说我这宝物是假的？不是我说的，是我身后这位秦先生说的。夫人，各位，实在抱歉，秦先生呢是我的好友，他刚才说的话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随意说说。不对呀，郑清，秦先生刚刚明明说，真正的聚宝盆正在他师傅那儿做洗脚盆，还是呀，让他辨别一下真假，也可以避免大家踩坑。哼，什么东西？这聚宝盆是仙家器物，可遇而不可求，怎么能是洗脚盆呢？是吧？我也觉得离谱。秦先生，要不你上去证明一下？哎呀，夫人，别说了，还嫌事不够大吗？别再说了。这位小友，你口口声声说我这聚宝盆是假的，今日最好能拿出证据，否则贫道必定将你镇杀当场。一个靠低级障眼法鼓捣出来的破玩意儿，有什么好证明的？破了便是。这，哎呦，谢谢。我去，原来是个尿壶啊！居然是个尿壶，杜爷，这他妈是你说的宝物？把尿壶当宝物卖给我们，杜爷，你可真是好算计！好小子，竟敢毁坏贫道的宝物！今日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休想踏出这里半步！不是，这先前你让我证明此宝物是假的，现在我证明了，你怎么又不乐意了呢？啊，我可以证明这宝贝是真的，肯定是那小子做了什么手脚。放你妈的屁！我大哥离这么远，怎么动的手脚啊？分明是你们几个合起伙来，还想骗我们呢！杜爷居然拿个假物来糊弄我们，既然如此没有诚意，今天的拍卖会，我觉得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。告辞。站住！杜爷，这又是何意啊？你们可以走，这小子必须留下。哼，杜爷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这就是我们圈子里的规矩。难不成你还要杀人不成？这儿是我的地盘，老子就是规矩。他坏了我的好事，这么轻易让他走了，我的脸面往哪放？动手！大哥小心！内急外放，杜爷身边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化境高手？姓三，没事吧？
大哥，你快走，这里我来顶住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大哥，这小弟被欺负了，我这个当大哥的自然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你到旁边先歇着，这接下来嘛，就交给我吧。秦先生，还是算了，对方可是化境高手。郑清，祸是秦先生自己闯的，我们呀，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秦墨，等你死后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身上的秘密了。小子，有点勇气，竟敢自己出来找死！你刚才是用哪只手打的我小弟？想替他报仇？我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！小心！就是这只对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一掌，那小子一掌就把这化境高手给秒了。不愧是我大哥，连化境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。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姓杜的，赶紧给我大哥跪下磕头，要不然我把你骨灰给扬喽！于大师，这恐怕要你亲自出手了。我出手可以，但得加钱。我出双倍价钱。好，小子，今天遇到我，算你倒霉。这举手投足就能引出天地变色，这位于大师，莫非是真的一位修道者？太好了，有他出手，秦墨这次必死无疑。此乃贫道早年间从山上一位隐居高人手中所学的仙术。小子，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一个低级的障眼法也敢妄称仙术啊？那我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仙术。天怎么变黑了？于大师，这位于大师造了多少孽呀！天打五雷轰了！于大师，魏家主，这接下来就交给你和熊三来处理了。顾夫人，秦先生有何吩咐啊？上次你生产的时候啊，这身体还有些问题，你随我来，我帮你再好好检查检查。我不要，郑清，我身体好着呢，我不想做什么检查。夫人，秦先生是医生，你要相信他。秦先生，这次我夫人就拜托你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帮顾夫人好好检查身体，绝对啊不出任何纰漏。顾夫人，您不想解释一下吗？秦先生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不明白啊？你雇我来，让我护你们周全，却屡屡暗中挑拨，
让我和杜五爷他们的人产生冲突。怎么，你就这么巴不得我死啊？秦先生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害你呢？啊！这魏家主啊，还真是艳福不浅，能娶到像顾夫人这么风韵犹存的女人。你想干什么？郑清就在外面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立马喊救命！啊，好啊，你喊啊，喊他过来，我把你给他戴绿帽子的事情捅出去，看看到时候啊，咱俩谁吃亏？今天的事情只是一次小小警告，以后别在我面前耍什么小聪明，否则……秦墨，不除掉你，我起誓难安。帮我约个时间，我要见江君豪和江一天一面。顾夫人，你是要我们去除掉秦墨？没错，秦墨必须死。你们跟他也有深仇大恨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顾老爷子寿宴上，你对秦墨可是极力维护的。那是因为他手上有我的把柄，我才不得不听他的。只有除掉他，我才能睡个安稳觉。我可以答应和你合作，但事成之后，夏凝雪归我。哼，放心，秦墨一死，他身边的女人还不是随你拿捏。大哥，小弟再给你满上。15、20，15、20，来喝一个。秦墨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龚小姐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哎呀，你还有心情喝酒？凝雪被人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江一天，你疯了，敢绑架我！被我爷爷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如果不这样，秦墨怎么可能乖乖就范？你针对的是秦墨，你帮他红颜干什么？快把他给放了！谁让他跟秦墨走得那么近？今天晚上，我用你们2个的生命做要挟，今晚他必死无疑。你说让谁必死无疑啊？站住！别过来！江一天，你赶快把他俩放了！秦墨，秦墨，你快走！江一天他是疯了！闭嘴！秦墨，没想到你真敢一个人过来。江一天，把他俩放了，有什么事儿，冲我来。看来他们2个在你心里还是很重要的。想我放了他们，可以。不过呢，你得先陪我做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经典游戏啊，2选1。他们2个呢，只能活1个，另外1个，我就给他丢下去。秦墨，你会怎么选啊？是不是很难选啊？也对，一个呢是你的未婚妻，一个呢是你的红颜知己。哦，好难选啊。
江一天，你简直是猪狗不如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老子最不怕的就是遭报应。秦梦，选吧，谁死谁活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。正好让他们两个女人看看，谁在你的心里分量更重一些。秦墨，秦墨，你快跑，别管我们，江一天对付的是你。贱人，真当我不敢收拾你吗？江一天，你到底闹够了没？顾夫人，我不就是跟他玩玩吗？玩？秦墨本事不小，万一让他逮住机会，倒霉的就是我们。哦，顾雅琴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是又如何？谁让你知道了些你不该知道的东西？我当初就不该对你心慈手软。现在后悔了，已经晚了。你是不是很想救他们两个？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从那儿跳下去，我就放了他们。秦墨，你别听他的，这里这么高，你跳下去会粉身碎骨的。他们只是拿我们来给你做要挟，不会真的动我们的。怎么，你就这么自信啊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在你漂亮的脸蛋上刻一个江字？等等，好，只要你们把他们两个放了，我跳。放心，你死后，我保证他们安然无恙。秦墨，别跳！秦墨，秦墨，秦墨，秦墨！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，就算神仙来了，也必死无疑。畜生！顾雅琴、江一天，你们这帮畜生！你们最好别让我活着回去，不然我一定会把你们碎尸万段的。可惜呀，你们没机会了。把他们两个一起丢下去。哎，顾夫人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事成之后，宁雪给我的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他们两个多活着一天，我们的危险就无法消除。我们必须斩草除根。可我一天，顾夫人说的对，今天我们逼死秦墨，他们两个都是目击证人，可不能妇人之仁呐。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的是，何必只顾眼前这一个呢？好，我听你们的。哎，这样才对嘛！来人，赶紧把那两个女的都扔下去！人呢？人呢？不知道啊，刚他们还在这儿呢。饭桶，两个女人都看不住，还不赶紧去找！不用找了，他们在这儿呢。秦墨，你居然没死！不可能，他从100米高空跳下去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重新介绍一下，鄙人乃昆仑山龙一第38代传人秦墨。我管你什么龙一鬼一的，给我杀了他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啊！秦墨，你不要过来！这件事跟我和一天关系不大，都是顾雅琴，她怂恿我们这么干的。
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甩锅！早知道你们这么蠢，我就不该找你们合作。秦墨，你看在郑清的面子上，放我一条生路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非要作死。你敢动我，你就不怕郑清找你麻烦吗？是吗？那你回头看看，你后面那个人是谁呀？郑清，顾雅琴，我对你是太失望了。郑清，你竟然打我！我打你？你跟着外面的野男人厮混，我恨不得打死你啊！不，我没有。顾夫人，你就别装了。我已经让宫心月把所有事情都告诉魏家主了。那个孩子不是魏家主的亲骨肉，魏家主早已经知道了。雅琴，平日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竟然做出如此令人不齿之事啊！要不是秦先生告诉我，你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？郑清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给你一次机会，谁又能给我机会？秦先生是我们魏家的救命恩人，你却对他恩将仇报，置他于死地。有什么话去牢里去说吧。来人，带走！不要，郑清，不要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次机会吧。郑清，我错了，再给我次机会吧。你们两个想去哪儿？魏家主，这都是顾夫人的主意，跟我们无关呐。对啊，魏家主，哎呀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要不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对，站住！想得倒挺美，把他们两个一并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秦先生，家里边的丑事儿让您见笑了。实不相瞒，魏家主，顾夫人的事情我其实早就知道，只是不太好说。我知道秦先生是怕我受打击吧，不过还好，我魏正清能承受得住。秦先生，你做人大义，今日我魏家欠你秦先生一份恩情，日后有什么吩咐，我魏某人义不容辞。我先走了。秦墨，宁雪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心月，倒是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秦墨让我给魏家主传的信，他好像早就知道顾雅琴是幕后黑手。好你个秦墨，原来你早就料到我们会出事，那干嘛不告诉我们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天地良心，这我只知道顾雅琴会对付我，可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用你们两个来要挟我。这个话题先打住。秦墨，我问你，刚刚江一天让你在我跟唐红颜之间2选1，我想知道你选谁？什么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刚才江一天让齐墨在我们2个人之间2选1，选中的人能活下来，没选中的会死。齐墨没做选择。这么有意思啊！我也要参加。秦墨，你快点，我们3个选一个。不是，我都已经焦头烂额了，这个时候就别添乱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跟宁雪是最好的闺蜜，今天必须选一个。哎呀，你们都别争了，秦墨肯定会选我的，
毕竟我是他的红颜知己。秦墨，你说对吧？红颜知己算什么？我跟他可是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呢。小哥哥，你会选小雪的，对不对？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不是，我选什么选啊？你们3个，我一个也不选。秦墨，你站住！秦墨，秦墨，秦墨，快开车！秦墨，你站住！停下！秦墨，你站住！秦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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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墨！哎，这城里的女人也太可怕了吧！我好想回农村啊！好啊，我陪你回乡下，咱俩去过2人世界去。你不啊！救命啊！我要下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